先开始，咱来关心进前中国有宣布要顶改台独，佮公布新的规定，讲台独上重会当判死刑。总统赖清德伫昨昏表示，中国无任何权力来制裁台湾人民，嘛呼吁中国和台湾民选出来合法的政府交流对话。若无两岸关系，敢若会愈行愈远。另外，美国在台协会嘛强调讲，支持咱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，包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，也有国际民航组织。我想向最近中国南方因为暴雨成灾的民众表达慰问之意。两方的关系是真紧绷。总统赖清德伫回应中国发布定治台独的意见，上当会当判死刑进前，先主动关心中国的风灾，表达慰问。虽然明确表态讲，民主不是犯罪，专制才是罪恶。中国无任何权力来制裁台湾人民。民主不是犯罪，专制才是罪恶。中国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制裁台湾人民，只因为台湾人民的主张。中国更没有跨越追溯台湾人民的权利啊！赖清德嘛呼吁中国爱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，和台湾的民选政府来交流对话。若无台湾和中国的关系，只会愈来愈远尔。用军队来欢迎友邦，圣克里斯多夫和尼维斯联邦总理德鲁的访团。罗总统各友邦伫外交的拍拼，德鲁嘛强调讲支持台湾国际参与，肯定台湾伫国际的重要贡献。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between our island nations. That spirit is stronger. 国际挺台湾的力量是愈升温。AIT 发布新闻稿，重申美方是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参与，包括参加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等等，符合美国对台的政策。最近，佮传出2个美国副座卿要来台湾参加台美工作阶层会议。说明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无替中国一中原则来背书，重申台美的立场。因为毕竟中国近期在针对2758的一个内容上，有特意的来去做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论述，甚至把台湾的一个主权的归属混淆国际社会。学者批评中国黑白解说，佮黑白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，佮分析中国顶改台独的意见，是用法来威胁台湾的威逼手法，都敢若是台版的国安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